大家好，近日咧，我聽到一啲嘅 fans 同埋一啲網友同我講，話有某啲嘅店咧就話唔好買大陸加工嘅班彩石啊咁樣。咁我想喺度拍翻段視頻咧，以正視聽。其實咧，我哋自己身為中國人，而且我發展呢個係華人班彩石文化，就係將我哋中國文化融入一個加拿大開發出嚟嘅一個寶石班彩石嘅。即係譬如好似我呢個西裝，佢係英國嘅布料，但係我哋最靚嘅西裝叫做海派，即係上海手工喎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喺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嘅技能。喺我哋中國咧，譬如呢個四庫全書入邊亦都有記載，我哋中國四大發明都係由我哋嘅中國去創出嚟嘅。咁所以我哋中國嘅優勢就係技術手工，包括我呢個襟針其實係加拿大最大班彩公司 Kohlai 送俾我嘅。其實佢咧就係揾大陸我哋中國嘅一個珠寶嘅工廠去製造嘅。咁所以何來係冇嘢係我哋中國大陸製造呢？其實最大嘅班彩公司嘅一啲首飾都係我哋自己中國嘅珠寶店、珠寶廠幫佢製造嘅。所以喺度以正視聽，大家要記住，其實咧自80年代咧，我哋做珠寶嗰陣時咧，都已經好多師傅係由大陸嚟香港，我哋嘅前輩都係從我哋嘅中國大陸嚟到香港嘅。咁所以香港嘅珠寶業其實好多師傅都係技能從大陸帶落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大家就唔好咁有嘅偏見，大家要共同去融合一啲唔同嘅文化，去創造更好嘅未來。所以大家記住啦，我哋嘅班彩石係來自加拿大，但係手工加工最靚嘅就係我哋中國大陸。譬如我呢個太極班彩，其實都係大陸嘅師傅去製造，非常之精美，非常之靚，亦都係我哋全香港第一批嘅太極嘅圖騰嘅班彩石。大家記住啦，祝福大家班彩攞彩，日日精彩，行運行到七彩啦！